后来过来，无讲拢唔知，食西瓜讲会引发寒水。热天到了，邮资科的门诊来袂少的患者，拢是骹甲手寒水寒甲真严重。这个问，原来是西瓜食伤多咯。医生讲，西瓜的含水量真悬，有油脂病的患者，若食伤多，会致使体内的电解质甲酸碱平衡失调，水分无法度排出。唔但增加着油脂的负担，阁会引发着气水肿甲心脏衰竭，严重者是会爱人命。天气热，真侪人爱食西瓜，但是油脂病患者爱小心哦，可能会造成水肿。65岁林小姐有糖尿病甲高血压，每礼拜定期洗肾，发现讲体重比平常时加5公斤，不过也是照常一直食，结果引发气水肿、上急症。西瓜又是一个富有高电解质，像钠跟钾离子都比较高的一个水果，那就会造成我们的肾脏这个负担不足，就会造成水分也排出不掉，那就会造成我们身里面水分过多，那当然就造成心脏跟肺脏回堵性的水肿，就造成这个呼吸衰竭了。西瓜虽然含有维他命 A 甲 B， 但是其中的糖分甲水分的含量真悬。医师提醒慢性油脂病患者，西瓜一天上好唔能食超过1片，水果嘛尽量唔能食上多。建议在1个拳头到2个拳头以内的分量，这样就可以了。那假如又有其他像糖尿病的患者，合并肾功能不好的话，就建议使用的水果在1个拳头的分量以内了。虽然每一个人的身体状况拢无同，不过上好也是食食爱平均。有慢性病患者咧，更加爱特别注意，这量一定爱控制好势，才袂影响健康。